多倫多反制美國，將召為關稅戰關稅戰打擊捐獻，食物銀行首當其衝。約克區警隊呼籲公眾提防匪徒入屋爆竊。你好，歡迎收睇3月17號嘅《都市聚焦》，我係李立本。多倫多市長鄒至蕙今日公布反制美國關稅嘅詳細內容，包括會修改附例，全面禁止美國企業參與市府項目招標。鄒至蕙更加透過美國傳媒批評美國關稅毫無意義，損人不利己。本國百貨零售業巨頭 Hudson's Bay 希望法庭可以批准所有嘅門市最早可以喺今個星期2開始清盤。稍後專訪環節會探討卡尼宣誓就任總理之後面對嘅各項挑戰。聯邦自由黨黨魁卡尼上個星期5宣誓成為本國第24任總理之後，隨即簽署咗樞密院令，終止消費者碳稅，並且身處歐洲對法國同埋英國進行為期3日嘅訪問。咁到底一個只有24人嘅精簡內閣有冇足夠能力應對貿易戰呢？而啱啱慶祝60歲生日嘅卡尼又會唔會喺國會復會之前宣布大選呢？今日好高興咧，請到時事評論員秦怡敬律師同我哋傾下嘅。係啊，歡迎你 Andrew 你好。大家好啊 ，Ken 你好。係，唔該晒你嘅時間先。先同我睇睇呢個嘅內閣啊，你有會唔會有啲嘅意料之外呢？個內閣嘅人數只得24人喎，都一個幾細嘅一個政府嘅架構，又甚至有啲似保守黨添，佢哋都希望有啲細嘅政府。OK， 咁啊有機會再同你傾偈。唔該晒 Andrew 今日嘅時間 ，Thank you。好，拜拜。剛才接受專訪嘅咧係時事評論員秦怡敬律師，同我哋探討下卡尼宣誓就任總理之後嘅各項挑戰嘅。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，稍後仲有其他環節，轉頭見。大批市民尋日冒雨觀賞市中心聖 Patrick's Day 大巡遊，一陣同大家睇下。Patrick's Day 市中心尋日咧已經舉辦咗大巡遊，慶祝呢個愛爾蘭傳統文化節日。再同大家睇下天氣啦，多倫多聽日大致天晴嘅，氣温係11至3度之間。星期3陰晴不定，最高氣温有14度。星期47成機會有雨㗎，氣温介乎9度至到-2度。今晚嘅都市聚焦告一段落啦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晚安。